估計大家都知道嚇，中國首富鐘慶後過咗身之後咧，爆出咗佢嘅親生女喺香港打嘅官司，亦爆出咗咧一直係以老實人咁嘅人設示人嘅鐘慶後咧，竟然同下屬喺美國生咗3個私生仔女。點解呢個親生女咧會為咗喺香港嘅18億美金去打官司咧？係因為呢個老豆鐘慶後咧喺佢呢個女14歲去美國留學嗰陣時候係派咗一個女下屬直接話保護我哋呢個有錢女喺美國留學做佢嘅跟班其實咧喺美國個女留學期間佢同呢一個女下屬咧喺美國生咗3個細路仔。佢係有老婆噶嘛，所以呢3個小朋友咧其實就係私生仔女嚟嘅啫。喺佢過咗身嘅時候咧，先至爆出咗佢去生前亦親口同個女交代過，自己咧亦寫低咗一啲書面嘅文件，講明咧佢喺香港係留咗18億嘅財富係要入一個信託度，係留俾呢3個私生仔女，而且咧唔單止18億仲有2億幾3億嘅美金嘅財富咧係喺個親生女嘅手入邊。咁要佢將佢拎出嚟，侵埋落去香港嘅呢筆資產度成立3個信託㗎。咁可以俾佢3個私生仔女咧，一人可以分到7億美金嚟作為保障日後嘅生活咁樣。但係佢喺國內嘅股權同埋資產咧，就全部留晒俾鐘福麗呢一個親生女嘅。我喺度諗，肯定係鐘福麗咧心心不忿啦，因為個老豆咗自己咁多年啊嘛。係嘛？雖然20幾億美金對於呢個中國首富嘅女嚟講唔係話咩錢，但係個老豆瞞咗佢同個下屬生3個細路，唔單止，仲要係當年陪自己去留學，日日朝夕相處嘅，竟然係老豆喺外邊嘅小三。咁嘅話，佢一怒之下咧喺杭州進行咗起訴，同時咧就要求咧香港嘅法院係凍結呢18億幾嘅資金嘅，就響今個月7月21號香港法院咧重新做出咗一個裁定，仲話繼續凍結呢18億幾嘅美金，要等杭州嘅判決落咗出嚟先至可以採取進一步嘅行動。陳律師咧就會覺得呢單嘢真係好複雜㗎，呢場官司咧打足幾年、5年、10年都唔出奇。因為咧，首先係牽涉到離岸信託嘅效力啦，同埋一啲非婚生仔女係咪嗰個繼承權嘅問題啦，係嘛？兩地仲有法律嘅衝突啦，遺囑內容有冇矛盾啦，遺囑嘅效力啦，公司同個人資產有冇混同啦，呢啲好多呢啲咁嘅法律難題嘅。唔單止係咁響今年嘅7月24號咧，中國嘅財政部、稅務局咧就發咗個公告就話嗰啲離岸信託個人所得稅嗰個事項亦即係話由你設立轉移嗰一刻持有增值嗰一部分，將來分配嗰部分嘅利益同埋清算嘅時候，每一個環節你都要交20%嘅所得稅，而且規定咧一定要喺90日內就要向國家申報，如果唔係咧就點樣處罰，我哋就真係唔知啦。雖然話呢個公告咧係話追翻之前嗰3年成立嘅離岸信託，但係咧中國咁多高正直人士咁多年嚟嘅成立嘅離岸信託咧，我係相信最近呢3年咧陸續成立嘅係不在少數嘅。咁呢啲咁嘅離岸信託，包括鐘福麗嘅呢一單官司咧，將來補稅嘅巨額稅款點樣支出，又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家事律師，所有牽涉到呢個家族入邊嘅財富紛爭，都係我哋嘅話題嚟㗎嘛。我係中美跨境嘅陳律師我嘅富3代法律體檢產品咧，可以同大家理清楚家族財富嘅傳承問題嘅。記得關注我，一次體檢可以3代安心。